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。Womago 呢個品牌咧，每年都會推出唔同嘅腕錶，以滿足唔同用家嘅需要。今年就 crossover 咗寶可夢 Pokemon 呢個腕錶系列。品牌嘅首席設計師喺今次嘅計劃中咧，就選定咗 Pikachu 同埋卡比獸作為設計嘅藍圖，採用兩者嘅色調，造成強烈嘅對比。首先講下黃色呢隻 Pikachu 款。採用咗46.5mm 嘅 Womago 標誌性方形黑鋼錶殼，再配搭埋鮮黃色嘅設計，充滿活力。呢隻錶係用咗 Pikachu 作為主體，錶面上面嘅轉動錶陀係一隻以背面示人嘅 Pikachu。呢個設計夠細趣味又夠生動，搭載咗瑞士製造嘅自動機械機芯，腕錶係有50米嘅防水深度，配埋呢條同色系嘅鮮黃色橡膠蝴蝶扣錶帶。戴上手夠晒格調，而反轉背面呢，就會見到呢個半透明嘅底蓋。今次就可以見到呢隻咁可愛嘅 Pikachu 嘅正面。之後就到呢隻一樣咁受歡迎嘅卡比獸出場。錶面嘅正中央呢，係有一隻瞓緊喺度嘅卡比獸，配搭咗呢個喺9時位以高級球作為小秒針嘅設計。成個錶殼呢，都係以碳纖作為主要嘅物料，非常之突出到線條感。戴上手咧都好型格，又係襯翻條同色系嘅藍色橡膠錶帶，連個錶嘅底蓋咧都係用咗碳纖呢個物料製造。隨錶仲會附送多一條原裝嘅真皮皮帶，仲有呢兩位主角嘅勁靚超大個嘅木盒，仲有呢兩個咁靚嘅 Pokemon 袋送埋。呢兩款咁有格調嘅 Womago Crossover Pokemon 已經到咗門市啦，官網定價係23,800蚊。有興趣嘅錶迷快啲上嚟門市查詢一下啦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